2026年嘅印度 AI 影響力峰會到底有幾咁騎呢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忍住唔笑嚟睇完呢條片。話說喺2月16至20日，印度喺首都新德里舉行咗一場別開生面嘅全球 AI 影響力峰會。呢次係繼英國、韓國、法國之後，全球 AI 峰會系列首次喺發展中國家舉辦，超過25萬人註冊參加。第一次喺發展中國家舉辦就揀咗印度，穆迪心諗今次仲唔輪到我威翻次？今次我拋頭露面啊！結果係點樣呢？2個字。鬧劇，一場25萬人嘅鬧劇，到底可以有幾咁離譜呢？社長先從入場開始講起。第一日嘅入場安檢仲慢過個海關，因為 QR 碼嘅掃描系統一味咁死機。成千上萬嘆慣冷氣嘅 IT 工程師喺接近30度嘅高溫底下排隊排咗幾粒鐘，大汗搭細汗，等到頸都長埋，終於入到會場，然後先至發現大會冇安排接駁車啊！好多與會者仲要行幾英里先至去到自己要睇嘅展館啊！陰公，幾經辛苦排除萬難，終於入到展館啦！大家都已經筋疲力盡，口渴到飛上，想買支水飲下啦。點知手機冇網絡，唔可以數碼俾錢喎。喺咁大個高科技 party 現場嘅餐飲櫃台竟然要俾現金，仲要係盧比，邊個會諗到買支水都要用盧比㗎？又唔係買恒河水。點解堂堂嘅 AI 峰會居然會冇網絡嘅呢？因為印度為咗證明自己嘅網絡安全實力，喺峰會嘅現場將安保級別調到盡，直接將全頻段嘅信號屏蔽，搞到會場裏面班 AI 大佬同外界失去咗聯絡，可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啊！哇，按你波話法，如果你派人錄毒，會唔會索性唔俾班 AI 大佬食嘢㗎？俾啖粥水食下好喎。梗係俾人毒死就我孭飛，餓死就係佢自己嘅事啦。鬼叫佢出門口嘅時候唔食多2啖早餐啊！記住食埋個早餐先啊！辛辛苦苦入到嚟身水身汗，頸渴得嚟，個肚仲餓到咕咕聲，正想坐低唞唞，點知突然之間個保安話要清場，要你馬上離開展館。你俾個理由我唔該。因為莫迪要嚟巡場咯。由於莫迪嘅總理大駕光臨，大會嘅安保突然清空咗展館同埋關閉展區。一家印度嘅初創公司嘅 CEO 就話啦：喂，你突然清場，我關門都嚟唔切啦，我批高端設備點算啊？而三哥保安就話啦：放心，總理我都保護到，實睇住你批設備嘅。點知個 CEO 翻到會場，發現所有嘅高端設備喺總理嘅安保團隊嘅保護下不翼而飛。邊個偷㗎？就連莫迪自己都冇不在場證明啦。個峰會咁兇險，班 AI 大佬咪好易瀨晒嘢咯。Bill Gates 原本話要發表主題演講，但係提前幾粒鐘就突然臨時取消咗，都唔知道係咪仲喺外面排緊隊添㗎。而英偉達嘅 CEO 黃仁勳就醒目啦，早就話自己因為不可避免嘅原因缺席峰會。睇嚟最了解印度嘅都仲係華人，就算頂硬想參加嘅 AI 大佬啊，有啲都唔俾面穆迪。就喺穆迪出席嘅合影環節裏面，當其他嘉賓手牽手扮晒團結嗰陣 ，OpenAI 嘅 CEO 同埋 Anthropic 嘅 CEO 就拒絕握手，淨係舉起拳頭，好似宣誓入黨咁，搞到穆迪都幾尷尬。呢啲都係碎料，跟住嗰劑先至大鑊啊！搞科技最緊要係乜嘢啊？專利，你估點呢？喺峰會上，印度加爾各蒂斯大學嘅展位裏面展出咗一款名為 Orion 嘅機械狗，仲話係耗資35億盧比自主研發嘅。點知有細心嘅網友發現，原來呢隻機械狗係嚟自中國宇樹科技嘅產品 GoTo。你想要隻機械狗可以去中國買，我哋周街都有，唔使偷噶嘛。你愛啊？你愛要出聲至得㗎。社長查過下㗎啦，呢間大學係印度著名嘅網紅大學，成立於2011年。由於佢嘅現代化校舍、高調嘅營銷手法，同埋經常邀請寶萊塢嘅明星嚟參加活動，喺印度班後生度響晒朵。機械狗呢家嘢啊，我哋喺2008年已經出過一隻勁㗎啦，當時佢哋間大學都仲未打樁啊。佢叫長江7號。咁呢間大學有冇佢自己研發嘅產品啊？有，就係呢款無人機。絕對係萬中無一，夠膽攞出嚟參展都可謂係勇氣可嘉。飛唔飛得起就唔知啦，但係絕對慳錢。材料係發泡膠加塑料，再用透明膠黐實，唔使充電，直接裝5號電池。OK， 如果你真係想搞人工智能，可以派人過嚟我哋度拜師學藝㗎嘛。你想學？我教你啊！搞到咁低中，仲俾啲社交媒體揚開晒。
主辦方印度就梗係惱羞成怒啦，嗱臨掹佢總制，拚佢出會場。一場咁重要嘅全球 AI 峰會盛事，居然俾印度搞到一鑊泡。如果我係穆迪，不如死咗佢算啦！莫講話我呢挺外人啊，就連印度人自己都睇唔過眼啊！印度各大黨嘅領袖就批評峰會嘅管理不善同埋造假醜聞，令到印度喺國際舞台上淪為笑柄，搞到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長喺峰會嘅第二日都要嗱嗱聲出嚟公開致歉。反正穆迪就係過嚟威嘅啫，有鑊都仲係佢啲僆出嚟咩？騎嚟印度系列社長會持續更新，記得關注社長啦。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